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伊朗，聊一聊中东局势，聊一聊波斯人民。今天是美以对伊朗混合治疗的第18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18天。这个战局依然是单方面吊打。虽然伊朗方面宣称发动了真实承诺4行动第57波攻势，这也不知道怎么算的57波攻势了，恐怕每次发射3枚导弹，一长两短呢，然后再发射几架无人机，这就一波攻势打击以色列心脏地带的多个目标和美军的乌代德军事基地，并威胁打击美国福特号航母后勤和服务中心。那以军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并证实在黎巴嫩展开有限且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据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动用了什么尼什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弹头有2吨重不知道打中以色列什么地方了不太清楚。按照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这个伊朗的导弹打中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上一次是打中内塔尼亚胡的居所，然后号称内塔尼亚胡已经死了。盘盘们呢也传了很长时间，结果内塔尼亚胡又跑到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盘盘又不信，说这个又是 AI 做的。后来内塔尼亚胡又跑到这个军事基地视察，盘盘们还是不信。总之这个内塔尼亚胡已经被炸死。今天这个基本盘深信不疑的已被伊朗炸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又出镜了，在这个诺鲁兹节向伊朗人致贺词，大概是伊朗的这个新年一样的这个内塔尼亚胡向伊朗人民表示祝贺，说我向勇敢的伊朗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如同我每年一样，祝愿你们节日快乐。从光明节开始，光明节象征了伊朗人民由来已久的信念，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那盘盘们到底认为这个内塔尼亚胡活着呢，还是死着呢，还是已经走了，对吧？去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给那个哈梅内伊掐去了。说到这个哈梅内伊我们不得不聊一下这个一个花边新闻就是二哈或者叫哈二，对吧？老哈已经走了吗？后来这个小哈，对吧，被选为这个最高领袖。那这个小哈，对吧，也有很多网友说他叫纸片人。什么叫纸片人呢？反正就是照片，也没见过真人，声音也没见过，对吧？特朗普说这个哈梅内伊是死是活不知道。在谈到这个穆杰塔帕哈梅内伊的时候也就是哈二特朗普说但很多人都在说他被严重毁容，他们还说他失去了一条腿，受了很重的伤，还有人说他已经挂了，没有人说他现在是100%的健康的，而且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说话了，因为通常阿亚图拉会坐在那里，他的那把椅子还没有英国皇室的那把椅子好看，就是那个宝座在咱们这应该叫龙椅。虽然没有这个英国皇室的那把好看，但也是把考究的椅子，然后在那儿散播仇恨。他说我们以前经常能见到他，但现在这个已经很久没见到了，所以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挂了。也就是说，至少说明这个穆杰塔巴现在这保密工作做得好，就是连以色列特工和中情局都不知道这个穆杰塔巴下落，生死不明。然后这个现在外界传言说这个穆杰塔巴送到俄罗斯，在莫斯科接受治疗，咱们也报道过那么在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众说纷纭之际，3月15日，这个科威特媒体叫报纸报报道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穆杰塔巴因健康和安全状况已被俄罗斯军用飞机转移至莫斯科。据称，穆杰塔巴抵达即接受了成功的外科手术，目前正在莫斯科总统府一座私人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6日，被问及有关穆杰塔巴在俄接受治疗的问题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拒绝置评。该人士进一步说明说伊朗安全机构担心穆杰塔巴的位置会因为医生和医疗专家而泄露，因此同意了让他赴俄罗斯接受治疗的建议。该人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6日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时，亲自提议让穆杰塔巴在俄罗斯治疗。伊朗官员以及穆杰塔巴本人认真讨论了这一提议，并最终同意。当晚，穆杰塔巴被转移，由俄罗斯医生以及随行的数名伊朗医生共同为其治疗。但是这个佩斯科夫不如置评，那十有八九就是假的。如果真的在俄罗斯那普京一定会承认，就像他公开收留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前总统巴沙尔一样。所以说这个穆杰塔巴在俄罗斯治疗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恐怕也是个传言。
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中情局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说，这个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可能是同性恋，而已故的阿里·哈梅内伊，也就是那个老哈梅内伊啊，也曾担忧儿子因这一原因不适合统治伊朗。这一消息令特朗普大为震惊。3月16日，《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消息人士说说美国情报机构目前没有哈梅内伊性取向的照片证据，但称这一情报是来自政府最受保护的情报来源之一。另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这份信息能够被上报到最高层级，本身就说明情报部门对其可信度持有一定的把握。消息人士称这一传闻在伊朗国内至少从2024年5月直升机事故后就开始流传，也就是那个伊朗的前总统莱西坐直升机不是撞山上撞死了吗？机毁人亡吗？穆吉塔巴原本被认为是阿里·哈梅内伊最青睐的最高领袖接班人。消息人士称他父亲和其他人怀疑穆吉塔巴是同性恋，也有人试图散布这一传闻，阻止他继位。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当特朗普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说大笑出声，而且为此还笑了好几天，一提到这事就想笑。这个情报显示说这个穆吉塔巴和他儿时的家庭教师保持着长期的性关系，这有点像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喜欢上自己老师了。这个可以说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确实让人震惊你想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居然干这事，怪不得他爸的觉得他接不了班。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是为了给这个伊朗的新任领袖抹黑也有可能根据伊朗法尔斯通通讯社16日报道说，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要求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机构负责人和官员继续履行职务。当然了，还不是哈梅内伊本人这个视频或者是讲话，也就是由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替这个穆吉塔巴下令，并且这个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任命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叫雷扎伊为军事顾问。这个雷扎伊是什么人呢？据说是伊朗最强硬的抵抗派代表人物。那么这个穆吉塔巴让这么一个特别强硬的分子当做他的顾问，实际上就是表明自己继续硬刚到底的这种姿态。这个雷扎伊可以说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也算是元老之一，创始人之一圣城旅就是这个精锐部队也是他创建的，就这么一个人物。那这个人据说已经边缘化很长时间了，也就是个老领导在老哈梅内伊手上已经靠边站了。那现在呢，穆吉塔巴上台以后把他重新叫复出，重新启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元老，这个说明恐怕要硬刚到底，就这意思但是我在想很有可能是穆吉塔巴他在找背锅的反正穆吉塔巴这个人现在能不能履职不知道，因为大概率是植物人，找这么一个革命元老回来呢，恐怕是为了以后清算的时候这坏事都是他干的不是我穆吉塔巴干的，我是躺在这个 ICU 病房在这个吸氧呢。总之这是关于这个内塔尼亚胡和穆吉塔巴的这些传言，还有其他传言比如林肯号的这个18天里面遭到6次打击的林肯号航母现在什么情况？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已经失去战斗力，撤回美国本土。就在刚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林肯号航母再度靠近伊朗，并对伊朗进行了2轮空袭。你说这叫什么事？按照逻辑伊斯兰革命卫队应该要对林肯号发起第7轮打击了迫使这个林肯号再次后撤1000公里。美以对伊朗的打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叫凌空打击。什么叫凌空打击呢？网上有很多视频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我只是在这讲一讲。美国海军一架 F-18超级大黄蜂战机正在伊朗港口城市恰巴哈尔上空进行超低空机炮扫射。这个超级大黄蜂它是非隐身战机，居然在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城市上空肆无忌惮的进行超低空的机炮扫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伊朗如果有个肩扛式毒刺什么对吧，防空导弹都可以把它打下来。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伊朗已经没有任何防空能力，任由美军和以色列这叫凌空打击也根本就不用什么超视距武器，什么战区外武器，那玩意儿都死贵的，直接就飞临上
上空扫射就完了。所以这个说明伊朗的防空能力已经清零，这就是最直白最震撼的说明。一般呢凌空打击啊，就是飞机飞到你上空啊，就是投炸弹或者是扫射，这种就是对方防空体系彻底崩溃的一个标志，制空权全面丧失。美以战机已无需再依赖防区外远程武器，而是如若无人之境，可以随时飞抵伊朗领空，对境内任意目标进行点名猎杀。伊朗已丧失所有防御屏障，陷入了毫无还手之力，单方面被动挨打的绝境啊！这还不算啊，可以看到这个美军仍在英国的叫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集结轰炸机，从 B-1B 到 B-2 到 B-52好像都有吧，越积越多啊！随时从这儿起飞对伊朗实施纵深轰炸。B-1B 和 B-52都不是隐身轰炸机这是美军。那以色列呢？那就更过分了以色列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进行精准猎杀。当地时间3月16日，以色列军方证实，以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精准空袭，革命卫队人员在集合期间遭定点清除，多名指挥官伤亡，相关指挥设施遭重创。以方称此次打击针对革命卫队海军总部以及指挥中枢，目标涉及负责中东海域行动与地区协同的核心力量，行动经长期情报准备与精准定位。伊朗方面确认设施遇袭，强调将保留对等反击权利，誓言对袭击行为做出强硬回应。这个视频在网上都流传就是一群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正在广场上集结，好像大概40-50人，然后这个远处窗户就有人拍照拍视频，就录下来了然后不到几秒钟吧，一架以色列的这个无人机呼啸而至，现场惨不忍睹你说这帮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正在排队不知道准备集合去干什么，或者是上街作恶，对吧？镇压伊朗老百姓，结果没想到天上掉下来一个无人机，他们也就追随老哈梅内伊而去了所以以色列现在用无人机在暴力拆除伊朗国内什么检查站、哨所、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伊朗的卫星地面接收站，摧毁了伊朗生产、发射和接受卫星的数据的能力。另一次袭击摧毁了德黑兰中部一个用于发展天基卫星攻击能力的中心。所以说现在美以联军对伊朗那是单方面的吊打，已经进行凌空轰炸，对吧？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伊朗的城市就这么横冲直撞，呼啸而至。虽然伊朗一而再再而三的宣称打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打击了机场，但是远远没有他打击民用设施多和造成的影响大。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这次进攻现在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什么诡异现象呢？出手的一方，对吧？打人的一方特朗普说没人帮忙，说你们都是白眼狼。蹊跷的是这个挨打的伊朗他也喊冤，说没人帮他，说没朋友。你说一个打人的，一个挨打的，两个人都说没人帮没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说说这个伊朗为什么没朋友。当地时间3月1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尼贾尼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致全世界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信函。信函称伊朗在谈判期间遭遇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欺骗性攻击，其目的是分裂伊朗。美以遭到了伊朗人民的坚决抵抗。信函指出除了极少数情况，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真正援助过伊朗人民。也就是拉尼贾尼承认伊朗现在陷入孤立，没有一个人帮他，伊斯兰世界也不帮他，老铁巴基斯坦都不帮他，还要帮沙特来防御这个乌克兰伊朗的无人机打击，就连他的小弟哈马斯对吧都不帮他，众叛亲离。那这是拉尼贾尼自己承认的拉尼贾尼还说即便是声援也是政治层面的。什么意思即便声援伊朗的都是口头上的对吧？这叫合作无上限。这个拉尼贾尼还说一些国家声称伊朗已经成为他们的敌人，因为伊朗袭击了他们领土上的美国基地和美以利益。难道要伊朗袖手旁观，看着美国利用其在你们国家的基地来攻击他吗？伊朗人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孤立了，没了朋友。他的所谓强硬路线，对吧？只是满足了各
各国盘盘们的这种想象意淫，但是最终吃亏的是谁？受苦的是谁？还是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呢？我们看一看啊，为什么伊朗会众叛亲离啊？没有一个人说真正支持他，连声援他的都是仅停留在口头上面，嘴上啊声援他。首先你看啊，这个科威特悍然出手，捣毁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大型恐怖组织，逮捕16名嫌疑人，缴获武器和无人机、现金。也就是现在各国啊都在搜捕啊跟伊朗有关系的、伊朗支持的这些什么恐怖组织。对不起，对吧？要连根拔起。3月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若罗马尼亚为美国袭击伊朗提供军事基地，该国将成为入侵伊朗的帮凶。巴加埃指出啊，毫无疑问，罗马尼亚这一举措被视为参与对伊朗军事侵略。他强调，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类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啊，媒体报道这个罗马尼亚不是要有美军的军事基地嘛，空军基地啊，用这个空军基地来轰炸这个伊朗。好，那伊朗就是要对罗马尼亚宣战。这个伊朗前面对吧，要打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的合法目标，现在又加了一个罗马尼亚。据说啊，伊朗也要打击日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警告，日本船只或成为伊朗攻击目标。伊朗无人机袭击了巴格达的拉希德酒店，该酒店驻有欧盟特派团总部以及奥地利和瑞典大使馆及其他一些欧洲外交机构。一架伊朗无人机迎头撞上标志性的克里克港大厦，这是迪拜最豪华、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高空燃起熊熊大火，大规模人员疏散。迪拜的天际线在午夜时分陷入一片火海。这个伊朗是四处出击啊，把所有的国家都得罪了，真有点像那个100多年前那个老太太，对吧？向11国宣战，向万国宣战。这伊朗现在干的就这事啊，一个对吧不算少，100个也不算多，反正一勺烩吧，把全球都得罪。再加上如果把霍尔木斯海峡一封，彻底的把所有国家都得罪了，只有这个地保老人一个人合适。地保老人偷着乐。纽约时报报道啊，他说沙特阿拉伯正遭受伊朗轰炸，正将其全部石油经济海盗啊通过一条管道输往红海，而其王储私下告诉特朗普总统要打击的更狠。关键是啊，纽约时报报道了此事，而利雅得也就是沙特啊并未否认。纽约时报3月15日发表文章，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称，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私下敦促特朗普继续狠狠打击伊朗人，两位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这个咱们以前说过了啊，中东的这些王爷国啊，希望特朗普要打，叫除恶务尽，你千万不要打个半拉拉的你跑了，那伊朗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那伊朗以后就有的勒索这个中东王爷国家，对吧？你这次要动手，一定要把它打服，也就是啊，要把它颠覆神棍政权，否则的话，整个中东啊就没有好日子过，永无宁日。所以中东这些王爷国啊，就希望特朗普既然出手了，你就千万不能啊半途而废，有妇人之仁，对吧？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什么说这个伊朗没有朋友啊？你看，本来这个欧盟啊跟特朗普对吧之间这个不大对付啊，人家本来在这个中东问题上面准备要跟特朗普唱反调，对吧？至少是不怎么配合。结果伊朗对欧盟也实施轰炸。欧盟理事会16日发布公报说啊，决定对伊朗16名个人和3个实体实施制裁，涉及资产冻结、履行禁令等措施。也就是欧盟啊勒在伊朗脖子上的绳子也是越来越紧。欧盟已经宣布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那么伊朗也就宣布啊，欧盟的所有的海军、什么空军啊都是恐怖组织。按道理啊，伊朗像这种你正在挨人家单方面吊打的时候啊，你应该求得世界的同情，对吧？显得自己很弱。结果他现在啊，他是睚眦必报，就是谁他都咬，四处出击啊，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连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他说伊朗是宗教机构掌权，总统只是名义元首，并无实权。托卡耶夫强调，他这话并不针对谁，就是阐述事实。也就是伊斯兰世界人家也不支持伊朗，对吧？你这搞这叫政教合一啊，神权，不是一个对吧总统掌权啊，是用宗教控制的国家。所以特朗普说啊，他有2个没想到啊。特朗普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2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呢，说这个伊朗怎么会去攻击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呢？没想到，我感到很
很震惊，这你不是疯了吗？你打一个美国和以色列就够呛了，你这扛不住，对吧？你还要把这个国家拖下水。这第一个就是特朗普说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他说说伊朗还挺聪明，不知道是表扬伊朗还是讽刺伊朗。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就比较这个明确一点了因为特朗普说话是语无伦次朝令夕改，早上晚上说的不一样。这贝森特他说他是凡是有混乱和恐怖主义暴乱的地方都是伊朗，他们躲在希特勒的地堡里，但希特勒已经死了，前任最高领袖不希望他的儿子继承王位，就是哈伊不希望哈二上台，说哈伊留下了书面指示，但他们否决了他的意愿。我们认为现任最高领袖受伤了，就是哈二已经受伤可能丧失了行动能力。伊朗的船只已经开始出海，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以便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物资。所以说这个仗打得很有意思这个伊朗抱怨没有一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真正的帮忙，结果特朗普也说自己北约欧洲都不帮忙，他不是倡议建立这个护航联盟吗？要保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结果反正至少现在几个大国没有明确表态同意，都在跟他对付，所以特朗普就骂他们是白眼狼。当然了，特朗普跟记者说他说很多国家都比美国更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这个是真话没错。反正前两名这是两个印度嘛，还有日本韩国都得非常依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敦促这些国家共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此前他表示正在与7个国家商谈，但拒绝透露具体是哪些国家将参与支持美国的行动。他说有些国家非常积极，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了，甚至已经开始行动了。当然调动部队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有些国家必须跨越一整个海洋才能到达，所以不会那么快。根据媒体报道这个说在椭圆形办公室，就是白宫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施压，询问美国为什么不能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凯恩就解释说控制海峡极其困难，因为伊朗可以用小型机动部队而不是大型海军力量来扰乱海运，即使只有一名战士驾驶一艘小船，也能对缓慢行驶在狭窄水道中的巨型油轮构成威胁。简单点说也就是伊朗实际上没有这个封锁海峡的能力，但是它有恐吓的能力，它可以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对吧？甚至自杀小艇，对这个过往的油轮产生心理影响，人家不敢走。但是特朗普他理解不了对吧？我们美军这么强大，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还保证不了吗？实际上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呀。特朗普想保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畅的话，继续施压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已经软了。伊朗军方说只要不是伊朗的敌对国家，油轮都能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就是他不再封锁了。当然呢，这就是他们一个说法，他能执行到哪一步，对吧？这个油轮敢不敢走，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伊朗为什么会软了呢？这就跟特朗普这个人虚虚实实不着调有极大的关系。特朗普再一次重申很有可能对哈尔克岛的这个石油设施采取进一步行动。什么进一步行动呢？也可能去轰炸，把这石油设施给炸掉，也可能呢派部队去占领。那这个对伊朗来说那就是致命一击因为伊朗90%的石油要通过这个港口出口换钱呢。这个贝森特说了嘛，财政部长说了我们允许伊朗的油轮通过，也就是说你只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你的油也能运出来。这就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而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到了马六甲海峡，也就是大概还有4-5天就能到达波斯湾。如果美军真的要夺那个哈尔克岛，那对伊朗那是致命一击如果再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主要伊朗那边进行打击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高压，那伊朗对吧，最后一张底牌都没了。本来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拿来谈判跟特朗普博弈的一张牌，彻底没了。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的石油出口没了，你还打什么呢？特朗普对完全夺取哈尔克岛的想法很感兴趣，因为这将意味着对伊朗政权进行经济打击，实际上就是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一位白宫官员向该网站表示，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但他称如果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努力持续拖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特朗普这个人虚虚实实一会儿说要停战，一会儿要停火，一会儿说宣布胜利，一会儿说我不想宣布胜利。总之那5000名海军陆战队从日本抽调过来的这些人绝对不是来旅游的，不是来打卡的，不会白跑一趟所以说伊朗要识相，再不投降来不及了。3月16日，2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伊朗
朗方面近日曾尝试多种渠道接触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新开启外交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拒绝恢复谈判。当然了，伊朗人的嘴不能软啊，煮熟的鸭子嘴要硬啊，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就是伊朗。为什么呢？3月16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停火只有以不再开战为前提才合理。卡利巴夫说停火不能只是给敌人创造机会，让敌人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解决雷达被毁或拦截弹短缺的问题，然后再次对我们发起攻击。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卢提辖呀拳打镇关西，卢提辖坐在镇关西身上，对吧？正揍了第一拳，镇关西说不能停，你必须打，你要一停你就休息了，你体力就恢复了体力恢复，对吧？待会儿打得更狠，你要么就是你得保证不打了，那咱们就停火，要么你就接着打，对吧？累死你，就这意思如果这么算的话这个周末那就很热闹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一到看看是伊朗老老实实的去谈判投降，还是说特朗普一怒之下占下这个哈尔科岛，这都有可能这很有可能在海军陆战队到之前，伊朗说不定就举白旗了伊朗现在这个神棍政权呢，他们现在说一千道一万，目的就是要保住他这个神棍政权，其他的都无所谓了现在就是他们这是唯一的一个要求，什么导弹什么核武器那都是说给盘们们听的，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